你来看到叶头测验填空写出，根据文章对方的关键词汇、语法一条线索，你选出而填进文章对方隔嘅诗词。比如讲，也係一段文章嘅你對方有3個空格，每個空格呢都有4個選項來幫你來選擇。你來看一下呀文章，再來選出正確嘅答案。奇怪，啲路順冇看到白宮，竟然會有一座金爐呢？嗌T，讓嘅都讓嘅唔記。阿爸就同我講：阿賢呢，佢唔係金爐啦，佢係金絲田。金絲田冇唔錯，金絲田就係用嚟燒麥嘅用嘅。因為客家人自古就從事文風，強幹意圖，為咗愛感恩古聖先賢嘅智慧傳承，表達對文史書冊嘅敬重。當然，正月初9還會辦獅子祭，原來係咁樣啊！莫怪美濃係台灣嘅博士之鄉，愛讓嘅愛見識學問，係冇時會讀書唔識咯。好，你同文章看完了以後，下來你就一題一題嘅，一隻選項一隻選項嘅來攞佢推入去。看哪隻正符合規矩嘅文意咯。比如講第一題，佢樣會有一座金爐呢？我樣嘅都樣嘅唔記，可以選一，拆都拆唔記，還係本都本唔記，還係量都量唔記，又係講明都明唔記。因為前面佢係一個問號，一個問題，故所你會用4號嘅。明都明唔記，那怎麼會有一座金爐呢？我想都想不通。好，所以答案係4號嘅，明都明唔記。你用拆都拆唔記，本都本唔記，量都量唔記，那語義就冇合嘅。第二題，金絲田冇錯，金絲田就係用嚟燒麥嘅用嘅。一題就講金絲田嘅功能係燒麥嘅咯。1. 獅子 2. 原子 3. 火炭 4. 垃圾。你一看就會選到1號獅子，因為金絲田就會用來燒獅子用嘅。第3題，愛讓嘅愛金絲學問，係冇時會讀書唔識咯。我怎樣要見字習文？要不然的話會讀書讀不好哦。那一題你要用哪張咯？我原來愛見識學問，因我唔是愛見識學問，還係3我聽錯愛見識學問，4我聽貼愛見識學問，你會選擇3號。I用聽錯後面希望一定，要不然我一定要見字習文，要不然的話會讀書讀不好哦。你就選3號，我聽錯愛見識學問，係冇時會讀書唔識咯。咁樣，大家有把握到了回答嘅關鍵冇？所以講老啲選項推入去文記度項，每日嘅語義、每日嘅文法都通順，咁樣就做得嚟。